尊佛。佛碗才拍啦，微笑才拍。1、2、3。我愿意当一尊佛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来，我们谢谢我们唐妙伞。等一下哦，那我们现在先做好，还没，那边请付钱的，请两人是代给咱赠送今天母亲节礼物。但是在那之前，我们最后的节目尾声，那么喜爱恭请我们付钱人，给咱恭起来，勉励的话，祝福哈，5分钟的时间哈，付钱人，是呗，付钱人，是呗，对。5分钟啊，大家鼓励嘞，等一下，咱就是节目活动结束，咱就是先上迄个咱的节目，咱就剪正品。即摆先跟恭请给传师跟付钱人，伊今仔这个本身做无用吼，来，各位bản身啊吼，来，表示，今仔做无用，拢爱叫过来，来，唱，那个淑萍，那个礼品袋，来帮忙起来，帮忙。然后我们一样要请我们的付钱人，还有请我们的传师，把礼品袋赠送给先高明，咱等下先披上高长我们的人数。所以嘛，爱直接把客气哦，不是请来出来哦，好，来，请那个子女再回到那个90岁的爸爸妈妈身边。今天你们也很忙哦，为什么哦？这个长寿，还有我们长的祝福，所以那绵绵不断。热情不断，这就是我们修办道传承的精神，德慧传家。好了吗？好了，来一下，我们的子女先站起来，调好，要上正品头，然后调好。咱等一下，今日咱聊的是咱的提茶啊，提一个，祝福哦，祝福他安尼，送给他安尼，双亲节快乐安尼。咱的工作人员，对，付钱人钱，对两师，跟着，你也对你的边啊，给好你，你就行去咱的。来，90岁的菩萨在哪里？拢在卡多啊，有那个在哪里？站起来哦，只有1个吗？那我们只送1个哦。那个哦，你的子女赶快去站在他的旁边哦，看到有人哦。好，只有2个吗？2个哦，只有2个哦。好，好，安尼等下，不准准备这个是咱就。来，表示来，老边边会使，感谢欢迎，来这表示你今不等你请客户请100，看多啊，你送的，好 ，OK， 好。荣民长官荣民长官参加过新闻发2、3报告，有10天没有吃饭，只有吃果仁。多辛苦啊！把为我们开交通金门，每天没有吃饭，只有吃果仁。所以啊，请大家吃安尼顺过，嘛是要给咱祝福哦，要给我们祝福哦。好 ，OK， 安尼拢结束啊吼，安尼咱就要来，好啊，我要来请这边给咱致辞哦，要来祝福最后5分钟吼，来，咱就要来活动要来结束开。会后，待会大家出来看，大家出来看。等下这个茶啊呢，内面有1包火龙果面在青的，请你等在6月前吃完，这新鲜的，伊是外新鲜的，咱有进起来食。你那个，你呢，老母娘袂当配啊，个甘露水拢也可以配，这是茶啊，拢袂当配的。你敢听有清楚？可以哦。好，咱起码掌声欢迎我们付钱人。